现场的朋友们，让我们再次热情的感谢今天晚上担任压轴演出的日本福冈大学英太鼓，再次的谢谢他们。谢谢，真的是太棒了。好，就在呢他们精彩的演出之后呢，在这边我们也要正式的谢谢今天所有与会的观众朋友们。我们今天晚上的演出团队演出节目呢，就到此告一个段落。在此呢，谢谢大家。